爆炸入邊受傷嘅6個船員已經出院，而家仍然有5個消防員留醫，2人傷勢嚴重。海事處會調查起火原因。對於新聞處清晨公佈大火已經救熄，但之後再發生爆炸，消防處處長盧振雄話：有關訊息只係代表停止增援。毛海怡報導。為免起火嘅船隻死灰復燃，消防船不時向貨船射水。為咗方便消防人員到出事嘅貨船進行調查，同埋避免出事嘅貨船再次發生爆炸，海事處嘅船隻同埋水警輪都喺附近就係話擺放，防止其他嘅船隻進入禁區。出事貨船嘅船公司就話，首船運載嘅五金廢料係由外國入口香港，再轉口到肇慶。船公司嘅職員就話，出事嘅船隻有足夠嘅消防設備，冇擺放到危險品。政府化驗所同環保署嘅人員到起火嘅貨船攞取部分燃燒過嘅金屬碎片化驗。消防處處長盧振雄先後到律敦治醫院同瑪麗醫院深切治療部探望受傷嘅消防員。對於政府新聞處清晨公佈大火救熄，但其後再發生爆炸，佢就話有關訊息只係代表停止增援。咁呢個呢，就一般就被傳媒呢就以為係救熄。其實嗰個時間係未救熄，只不過係停止增援，因為裡面呢就係燒緊嘅，而我哋嘅同事呢，就係一路用啲喉啊去將個船呢係去冷卻嘅，咁所以裡面仍然燒緊呢，仲有爆炸係唔出奇嘅。佢又話消防員救火嘅時候難免會遇到危險，部門有清晰嘅指引確保安全。亞洲電視記者毛海怡報導。警方拉咗19個男女，佢哋涉嫌利用互聯網設置陷阱，相約青少年出嚟，再性侵犯佢哋，又威逼利誘佢哋提供性服務。李安琪報導。互聯網上流行嘅聊天室或者討論區，俾年青人結識朋友，不過唔小心嘅話，就可能墮進不法分子嘅陷阱。警方話，班不法分子會以討論區同埋聊天室以虛假嘅身份得到啲青少年嘅信任，之後會主動約佢哋出嚟，同埋威逼利誘佢哋進行性服務。可能傾偈期間，或者係有啲説話講咗出嚟，譬如話想揾男朋友啊、女朋友啊嗰啲，咁可以出嚟傾嗰陣時咧，佢哋先會話會有啲咁嘅服務會俾到人啊咁樣。其實冇特定佢點樣揾啲對象嘅。新界北總區重案組派出臥底喺3月展開代號圓心行動，行動中拉咗13男6女，年齡介乎16歲至38歲，包括4名中學生。警方話當中部分人曾經被性侵犯，亦有人喺利誘下提供性服務。被捕嘅人亦包括性服務中介人。不法分子通常約青年人到公眾場所會面，減少佢哋嘅戒心。有事主會被威逼將親密照片同埋個人資料放上網站。警方呼籲年青人唔好向陌生人透露個人資料，甚至見面。亞洲電視記者李安琪報導。一個交通警舊年喺旺角被小巴撞死，小巴司機被裁定不小心駕駛罪名成立之後上訴，而高等法院就裁定撤銷控罪。事發喺舊年嘅3月11號，交通警員陳家偉駕駛部電單車前往大角咀處理一宗交通意外嘅時候，同一部小巴相撞。陳家偉重傷送院之後證實死亡。法官就指證據顯示小巴冇超速，裁定車禍屬於意外。聽日就係中秋節啦，應節嘅傳統蓮蓉月餅通常都係高脂肪同埋高糖㗎。一班低收入家庭嘅婦女呢，就用本地種植嘅有機材料嚟到製造月餅，食得健康之餘，亦都可以賺取收入，幫補家計。由李安琪帶大家睇下。一粒粒蓮子，大家經常都見到喺蓮蓬攞出嚟，呢個工序大家一定好少見啦。就搣咗嗰粒蓮心，再用手去心去皮。做一個月餅就要用上3至4個連縫嘅蓮子，都幾痛下嘅，係啊，所以就嗰啲係心機錢嚟㗎，即係有血有汗，慳搣到我成汗。之後要將蓮子蒸軟，同埋攪碎成蓉，最後就要將蓮蓉炒香，而另一邊廂同時亦準備好餅皮。佢哋以純熟嘅手勢，唔需要2分鐘就壓成一個月餅啦。呢啲月餅究竟有幾特別呢？原來蓮蓬都係嚟自南涌同埋塱原濕地嘅有機農場。對消費者嚟講咧，其實係可以睇得返個源頭咯。咁就你會知道喺邊度種啦，邊度做啦，同埋有冇加防腐啦。
因為咧咁新鮮嘅食物咧，其實我哋就唔需要咧用防腐劑啦，同埋行裡面嘅添加劑啊、食用色素。有機月餅係咪1分錢1分貨呢？每個賣78蚊嘅有機月餅，脂肪19克，糖有25克，而食4份一個普通月餅就吸收約10克嘅脂肪，食足一個就係大約40克嘅脂肪。至於糖，4份一個就有14克，整個月餅就有57克。無論脂肪同埋糖，都比差唔多大細嘅有機月餅多一半。除咗鹹蛋係由附近嘅街市提供，油、糖、麵粉都係有機嘅。呢班基層婦女喺度做嘢，能夠同時兼顧家庭。出邊有你翻工係咪要最低要翻足8個鐘頭啦？每個星期要翻足5日啦，咁我就照顧屋企個小朋友照顧唔到啦，咁啦，係啦。呢度咧？呢度就可以彈性啲咯，時間咯。亦有員工話改善咗同仔女嘅關係，工作上亦得到滿足感。仔同女之間咧可以即係喐手啊，即係可以幫手做下啊，即係譬如我不如翻去教佢整月餅，佢可以幫我搓一皮啊，開朗好多㗎其實啊，即係開心啲咯，做出嚟嗰啲嘢有人認同啊嘛，起碼係咪？咁咪人哋食得開心，我自己就開心啦，係咯。除咗有班婦女主要負責整月餅，間唔中都會有班街坊嚟到幫手剝蓮子，之後佢哋會賺翻啲勞動券用翻喺呢度嘅產品。佢哋做月餅嘅手藝過去幾年都好受歡迎，今年更加開班教人做月餅，進一步推廣綠色生活。亞洲電視記者李安琪報導。講開中秋節啦，而家嘅燈籠款式越嚟越新穎啦。不過識得用竹同埋紙做燈籠嘅師傅就越嚟越少。喺廣州有燈籠師傅話，行業面對青黃不接嘅問題，不過仍然希望將呢一門中國傳統嘅手藝傳承落去。駐廣州記者高祖兒去睇過。手製嘅紅紙燈籠令唔少人憶起童年嘅回憶。仲有呢一啲蓮花燈、公雞同埋家貓嘅燈籠，全部都係紅姐做出嚟。60幾歲嘅紅姐每日坐喺家門前，親手用竹枝紮燈籠，雙手變得粗糙。做一個燈籠由紮架到鋪上絲絹裝飾，要用幾日至到1個月嘅時間不等。手工多到咁，加上呢要削嗰條篾呢，就要削得幼細啲、靚啲，特別係紮條龍，嗰條篾要削到好似鐵線咁幼，去慢慢屈所以屈嘅時間呢，有時屈下呢會斷嘅喎。有時有啲屈唔到呢，我哋就要點眼火水燈或者點支蠟燭仔去屈等嗰支竹嚟變形。咁辛苦仍然堅持，原因係紅姐中意紮燈籠嘅過程，已經有10幾年嘅經驗，工多藝熟，每一個燈籠都活靈活現，經常有人嚟拜師學藝，但冇一個願意留低。因為依家呢，多數都嬌生嬌養唔捱得苦做我哋呢行呢，要捱得苦要有耐心又要有個忍字正式係樣樣都要好忍得去做又要有毅力。做一個燈籠由紮架到裝飾，每一個工序都好花心機，需要耐性。紅姨話：而家最希望能夠揾到傳人，將呢一門手藝傳承落去。亞洲電視駐廣州記者高祖兒報導。好啦，最後同大家睇下天氣。天文台預測天陰有雨，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氣温介乎23至26度。而家氣温係23度，相對濕度98%。新聞報道啦，稍後嘅經濟快訊同體育快訊，再會。